皮毛啊，今日来甲恁介绍这款法国猪后甲汤做，来伊这款毛吼，大山啊、萝卜啊，一当是卖到菜正汤圆噶。你这帮来大山店为了冲销量排名里头咯，一当啊呢，我卖从500元，特质里头咯，就甲咱降从39个到定，另外甲咱包邮到来，我变。伊这甲变摆从来500卖这片噶，这帮这是咯下大卡腿噶，里头咯，一当这三我摕出来，可能头啊里头这三个咯，伊这个输落去搞吼，改变咧香味道啊吼，有人将了皮落去搞吼，过加舒服做啲，过加好皮这三里头，当末这三，你这个里头咯，安尼好咯，输落去搞吼，加输一声啊好咯，输落去搞改变就做在。清香甲你那胖这啥？你这款吼是经过调香大师调出来噶，伊有能提古留香，才会切长2小时噶。相对你今这素啊吼，你甲骂这熬一生活皮棒个那胖，这个里头咯，袂当这个去帮下来，人啊拄着爱做伙啊，爱来找人客，还是一面去杂打帮爷来去捡起买奖啊，做你咯。所了啊吼，皆人甲你写笔啊吼，就感觉他阿蒙咱一生做你才会解胖啊，这是非常吼，你大步子你讲好数噶哈，好过讲好做啲，你伊当时伊家味唔是迄种大胖啊，佢讲去过讲去啥，伊买个就是清香，你味道你定皮肤个即啥，来特别热天时搞人啊养流汗做你啊吼，你睇咯，直错。伊了尤其是咱这个正年纪个咱吼，本身一身挥发出来个味道，就冇比迄才去10外20岁个吼，即有当时挥发出来个味道就冇遐用，无当这个甲去输，特气较好个就对。伊这个味是输落去搞会将咱皮落去搞灰色甲舒服，心情特别较好，这三个吼，来用过较好用个就对。你甲真实是过好，落今这输落去搞，喏，三只花定来胖啊，特气较好用个就对，你睇了，一当然呢正。39个到定你睇咯，穿好用噶，你睇讲这个按我穿早整地噶，这三个你睇咯，来你唔会当这个去用，一当然好用得好久噶就对，30元定用了一身就那胖。